Tech Kanto。美國政府封殺 Anthropic， 結果反幫佢做咗個大廣告。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，逼 Anthropic 下架2個點資禁令，反令 Anthropic 品牌知名度大增，意外幫佢一把。真係搬石頭砸自己腳，封殺變相免費宣傳，我都服咗。Doom 遊戲音樂大師 Bobby Prince 走咗，一個時代嘅回憶冇啦。經典射擊遊戲 Doom 嘅配樂大師 Bobby Prince 已經離世，佢嘅音樂成為遊戲音樂界傳奇，唔少遊戲迷都留言悼念。經典回憶返唔到轉頭，真係好令人惋惜。初創公司話突破咗大型語言模型嘅瓶頸，你信唔信？MyArmoured AI 初創 Subquadratic 正式成立就發表聲明，話已經解決咗一直阻礙 LLM 嘅數學瓶頸，如果係真嘅就好啦。公司成立唔耐就咁猛，真係要睇佢點證明。Google AI 當恐怖怪物係真嘅，你話驚唔驚？ Google AI 分唔清恐怖故事同現實，問佢網上虛構怪物，佢會當真咁描述話有文獻記錄，真係令人擔心誤導。AI 連真假都分唔清，呢個漏洞都幾恐怖。OpenAI 上市前直請咗2個重量級猛人，有邊個？OpenAI 本星期請咗特朗普 AI 政策建築師電報，仲有 Google Transformer 之父 Noam Sazy，技術同政策兩方面都部署。呢個陣容真係超強，上市前晒冷都咁誇。新書爆料 Trump 嘲笑 Zuckerberg 同 Bezos， 睇你點跪低。新書描繪硅谷巨頭應對特朗普重奪權力，特朗普嘲笑 Zuckerberg 同 Bezos 嘅討好行為係5星級卑躬屈膝。硅谷大佬都係咁嘅，真係形象大打折扣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